嗯嗯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睇下一個天頌苑嘅三房和諧式嘅單位，即刻睇下。咁咧一入門口咧就有個廚房啦，咁廚房咧相當之闊落嘅，咁呢度夠擺洗衣機啊、雪櫃啊，呢邊仲可以擺櫃啊咁樣嘅，入邊仲有一個通風窗啦，相當之實用嘅。咁啊出翻嚟客廳啊。咁啊廳啊相當之闊落啦，咁啊呢邊就有兩個睡房嘅，主人房，咁啊夠擺一個5尺床啦，呢度就夠擺一個大衣櫃。好，另外睇埋個小朋友嘅睡房，咁啊夠擺單人床、書台啦，咁啊有個窗咧，仲可以擺埋一個收納櫃添嘅。咁啊出翻嚟客廳，咁啊洗手間就係做咗一個企缸啦，咁啊有通風窗，明朝嘅設計。咁啊呢度客廳望翻出邊就係對面係天悅村啦，咁啊有巴士總站啊，一落樓下咧就有巴士搭噶啦，十分之方便嘅。隔離就係眾富商場，買嘢食嘢、超市、街市乜都有噶啦。咁啊嚟翻呢邊就仲有個睡房嘅，三房，呢度就有一個睡房，咁啊做咗好多家私啊、地台床啊、衣櫃咁樣嘅，相當之多收納空間。睇完呢個天頌苑三房和諧式嘅單位，如果有興趣咧，歡迎聯絡我，又可以帶你嚟睇下嘅。